5月16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對任何嘢咧都會有一種好獨特嘅見解，同埋好堅持你嘅睇法。個人好文靜，需要獨處嘅時間，有你嘅 me time。你係一個個人主義者，喺每一個場合入邊，你都中意冷靜觀察咁樣同埋分析，好容易同人哋打成一片，但係總有一種隔膜喺度。你嘅興趣好廣，對一樣嘢你鎖定咗嘅話咧，會做到你自己滿意為止。生命上邊咧有一兩個咧你自己好忠誠嘅朋友，佢哋係你好信賴嘅人，你會毫無保留咁同佢哋分享所有嘅嘢。而喺感情方面咧，你有少少時冷時熱啊，佔有欲好強，但係好怕人哋干涉你自己嘅領域。你會堅持自己，好多時對方對住你咧都會唔知點算好嘅。有時咧我哋顯露下我哋脆弱同埋真實嘅一面咧，其實都 OK 噶。而性嗰方面咧，你好堅持自己嘅方式，同埋好睇你心情。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你嘅財運係 OK 同埋穩健嘅，做嘢咧好嚴謹，唔妥協，唔可以求其草草了事，着重細節，責任感亦都好強。一啲領導啊或者指導嘅工作咧會比較適合你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太多嘢咧，你都中意用個腦去分析。對於一啲過去啊、現在啊、將來一啲嘢咧，都會有一啲焦慮。過分思考嘅話咧，就好難去用心感受每一樣嘢啊。所以你要增強翻一種咧，對於自己嘅感受力。其實人生咧唔係你想象中咁難嘅，學識放下，多啲去喐下、活動下、跳舞啊、做運動嘅話咧，感受翻成個人生，感受生命嘅話咧，對你成個人生咧都會活躍同埋有力度好多㗎。